再來看這高雄的鳳山呢，有民眾是甲錢囥佇奧多擺的車廂內底，結果連續2天攏互賊仔來甲偷摕去，前後後安尼卡起來，攏總是有1萬塊的現金。業者是提醒講，這貴重的物件呢，千萬唔通囥佇車廂內底，因為這奧多擺的車廂要撬是真好撬的，3秒就拍會開。查甫人鬼鬼祟祟，徛佇奧多擺邊仔，倒手對車身一拍，椅座就隨拍開。伊佇車廂搖來搖去，摕走8000塊的現金。高雄鳳山民眾錢袋囥佇奧多擺車廂，找到找到連續2天，互共一個賊仔總共偷摕1萬塊。當事人講，伊第一天發現錢碰見，就隨甲錢袋摕起來，想袂到第2天換偷摕內底有備用的2000塊。伊隨着監視器報警，嘛打文提醒大家愛注意。警方表示，人已經抓到，等咧擴大了解，敢有其他受害者。涉案之王姓男子分別於3月8日、9日凌晨30許，獨自騎乘機車至被害人住處，以徒手方式開啟被害人機車置物箱，趁隙竊取車內財物後即逃逸。我這驚叫，我都攏囥已真久啊。係啊，所以袂囥佇內底啦。袂啊，消費者嘛。因為嫌犯無使用工具，敢若靠手就甲椅座拍開，車輛嘛無受到損傷。咱實際問奧多擺業者，因講隨風即擺新車佇咧車廂所的設計有較好勢，不過只要撞到捌的人，無論是新型的還是舊型的奧多擺椅座啊，攏會當輕輕鬆鬆就拍開。舊車的話，它花的時間大概是3到5秒，它就可以把你的坐墊打開。不需要工具？不需要，它徒手就可以把你打開。如果今天是換做新車的話，它一樣可以開，只是它花的時間可能會變成10到15秒，它一樣可以開。只是差在說新車的話，它就需要作案工具。奧多擺業者強調，奧多擺車廂敢若適合囥一寡備用的手套，還是護腕，無論是手機啊，還是錢袋啊，貴重的物件真正無適合囥佇遐。當事人嘛講，有了這個經驗，以後唔敢擱甲錢囥佇車廂啊。記者郭家祖、柯兆陽、高雄場報道。